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带大家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今日新增加3个确诊个案，2例是境外带病入境的人，1例是本土个案。台湾即阵计共388例。因应疫情，彰化市走大升，先甲当地的观光景点代替车库，也有彰化市的儿童公园先关起来。在美国，即阵已经有超过52万人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万人不幸过身。新闻一开始，咱紧来关心台湾即摆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宣布增加3个确诊个案，其中2例是境外带病入境的人，1例是本土案例。即阵台湾计共有388例，但这个今日出现的本土个案案例第386，伊是1个20外岁的查甫人，伊含对美国倒转来台湾了后治病的朋友案例第195大做伙。虽然讲伊有伫咧厝隔离，毋过伫咧结束隔离了后有过敏的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扩大采检了后，发现伊今仔日确定去胃着武汉肺炎。过来，再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2个是境外移入，1个是本土病例。其中1个本土病例案例是386例，是北部20外岁男性。该带到店的女朋友顶个月去美国旅行，第3月23确诊，案例386例也被列做特殊隔离对象。3月23到4月76隔离，因为一直出现过敏，符合扩大检查条件，才发现是阳性确诊。19号的时候没有症状，那他们大概有2个小时，可能有这个聊天、吃饭哦，都没办法戴口罩嘛哈，所以可能在那段时间有受到感染。指挥中心讲，案例386例，伫厝隔离期间拢无问题，解除隔离了后也继续自主健康管理。4月初7、初8、初9 3天有去上班。毋过拢有挂催安，里边啊分过敏加确诊的几率，指挥中心也讲，若是甲检疫也是确诊的人接触，就要甲医师讲。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是就是鼻子的过敏，那就是会有流鼻水、鼻塞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史的话，把这个接触的状况跟医师做报告说明。除了本土案例，也有2例是境外移入，其中案例387例在2月23去美国工作，3月25出现扫脑疼痛症状，家己食药也无去看医生。4月70回国时阵，伫机场采检，第12确诊。2案例388例是案例358例的太太，伫1月13到顶到英国探亲，4月7日返来台湾了后，伫受检疫期间出现鼻无味啊、食无味的情形，12确诊。387 3月25日出现咳嗽、喉咙痛的症状。那自行服药，并没有就医。按388为按358的妻子，居家检疫期间出现味觉及嗅觉的丧失。离进前确诊的台北某一个酒店公关指挥中心即阵列出的接触者来到118个。其中，甲这个公关在工作上接触的有92个人，加小休息的人。其他接触的人包含客人车司机、甲饭店人员有22个人。指挥中心讲，这个案例伫防疫医师甲调查人员、警方合作之下，伫工作的所在连续2天清查，尽可能让疫情调查资讯能完整。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即阵敢若是烧未退，国内有真侪观光景点拢配合中央的政策，管制出入的人数。伫咧彰化的代替车库，原本有开放予民众参观，不过考量疫情即阵真危急，对4月13，也就是明仔载开始会先关起来。但彰化市的儿童公园也会封锁，重新开放的时间就要看疫情安怎样发展。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彰化的线型车库翕相看火车，也可以当行上高台看吊车转盘从火车头驶向。不过因为防疫，线型车库自13开始就暂停对外开放，真侪人赶伫开放的最后一天来参观。还好今天有带儿子来。其实我觉得善库它很开阔，其实不会有太近距离的接触，只要把人流控制好就好。彰化线型车库是台湾留落来日本时期线型车库，2000年被指定是关键古迹，即马要暂时关起来，真侪铁机路面感觉有淡薄可惜。也毋过铁路局表示，因为参观的时间甲空间拢甲维修工作有顶塔，为了维修技师甲司机员的健康安全，才会决定暂停开放参观。我们工作的地方，然后顺便开放给这个旅客呢、游客呢去参观。
所以会有重叠时间。万一有员工被感染到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维修以及车辆的调度能量。除了线行车库无开放，赶快位伫彰化市的儿童公园也为七早开始封园。有民众假日带囡仔来，无法度入去，也毋过知影为了防疫，也会当接受这款的决策。等那个疫情比较好的再来。就算政府没有说要封闭，我们自己会自主管。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儿童公园是彰化头一座全开放式的共用式公园，成为彰化的景点。每个假日拢客满了家长甲囡仔，看到疫情还未落落来，才会决定封园。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去红点名的11个景点，即马是拢无啥物人伫咧行搭。伫咧高雄基山老街摆摊的头家人是拢真无奈。即阵因是配合中央伫咧做防疫的工作，希望会使甲游客的信心慢倒转来。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所落来5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也无有停止放假的打算。单位前画上记号，也抗议提醒消费者扭开社交距离、挂嘴安。摊商甲消费者接触了后，也随喷酒精消毒。基山老街摊商自救，未挽回消费者的信心。老街不像以前那样人挤人的那么多的游客了，那现在等于是说好像是空城一样，那大家都很担心说自己的生计会受到影响。那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来到旗山老街玩是最安全的。这样分开来的话，比较没有这种染疫的问题。基山老街顶礼拜被列入国家级景博景点，游客登记了后，需要自主健康管理，也有被公司要求伫厝上班。连假了后第一个拜六礼拜，人比起以往落差真大，老街淡薄显得冷清。回去都会被关切啊，有没有来到旗山啊？需不需要自主管理啊？其实是没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就太 over 了啦。不过，除了特定景点，高雄市观光局表示，受疫情影响，市区景点像动物园，游客量减少24成，高区颠倒有所成长。为伫保来不动温泉800风灾时，温泉通头被淹掉，即马处理合法水权。疫情期间拍拼行销。疫情期间，反而在六龟、宝来，然后不老这个部分，然后观光客就往这边来集中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趁着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们在这个时刻，那也刚好把这个温泉的水权要得到一个合法的动作。那刚好这个部分，我相信对这整个不老温泉这个当地的旅宿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消息。观光局强调，业者拢做好准备，防疫神经病案。对即将要到的5一劳动节假期，各地县市政府甲观光业者，拢无希望临时被点名，呼吁疫情指挥中心提前明确规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5一连假也阁真远，疫情变化拢真快速，目前无停止假期也是变动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疫情继续拖，即阵有民众就烦恼国家的图书馆提供予人读册的自修室，若是讲全部拢坐定啊，人数超过200个，恐惊会增加烧坏的风险。国家图书馆就表示，即阵座位拢有人较开咧，而且也有设房啊，入来的人也拢爱登记家己的名。学生真专心拍拼读册，可贵即要来啊！国家图书馆伫假日期间人真多，而即阵正是防疫期间，国家图书馆互人投诉，讲若是自修室238位拢坐满，会违反指挥中心所讲的室内活动爱100人以下规定，可能会真侪防疫的空胖。我们进来的读者呢，都是实名制的，所以并不是开放式的。凡是我们的读者，然后他有预约这个自修室，他才能够进来。一组座位跟一组座位之间的距离是加大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会再把座位做一个间距的调整。国家图书馆讲，出入图书馆采用实名制登记，座位拢有离较开的，并且有设隔板，也要求民众必须爱挂册安。而且每一个学校考试也有大学指考陆续即要到啊，若是自修室关起来，学生转往其他所在去读册，无一定会较安全。有些人就会去寻求其他的管道，去一些私立的 K 书中心或者是补习班，但是因为他们做的防疫措施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国图这个环境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离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的面试也陆续开始，高一在72点开原住民甲离岛医师公会学生的面试。为了做好防疫工作，学校拢尽早准备，设置4个隔离考场。设有4间的这个简易负压市场，它都是独立的空调，隔离市场里面都有这个笔电，
耳机、麦克风，还有这个摄影机的全程录影。若是考试学生常常发烧，就经由特殊的路线进入隔离考场。考场内底要夜排，若是身体不爽快，要相关人员来处理。李家长是限定一人备考，并且有户外休困所在，事先做好动线分流，有防万一。保持一个社交距离1公尺以上是很符合现在的防疫的规范。因应疫情，民众必须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新北市也推出新的规定，对13开始，补习班、安亲班人数每一班袂使超过100人，而且爱采用梅花座，并且建议分段分流，也是远距离教学。若是业者违规，相当应该停止招生，希望能防堵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武汉肺炎传播的速度有影真紧，中国即阵就用确诊患者伫咧病房内底的空气做采检，结果发现病毒上远会使传4公尺。有公共卫生专家就建议，台湾总共有需要搁再提升防疫的层级，对国外倒转来的人就一定爱全面采检。武汉肺炎传播力真强，中国检验确诊患者的病院病房空气样本，结果发现病毒传播上远延到4公尺，比即阵建议民众伫公共场所保持的社交距离也加2倍。说飞沫传染是新冠病毒最主要的传染途径，那飞沫它的有效传染距离大概就是1到2公尺之间，这个大概是一种比较间接性的一个推测，也有可能是在那个不知情的情形之下，曾经有飞沫被风吹，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然后使得这个病毒可以传播的比较远。医生讲，过去对病毒观察研究拢发现，2公尺以内才是有效的传染距离。就算在2公尺以外涂骹看到病毒的血栓，无一定代表传染的超过2公尺。不过，在21场疫情研讨会，公卫专家指出，全球疫情恶化之下，甲国际比较，台湾原以其在本土少数的个案。2月7日阻止中港澳进入是一大关键。对着即阵确诊人数，依然以境外移入为主。有专家是同意，现阶段应该采取入境全面来检查。从公卫观点来跟大家讨论，就是说，是不是境外一路人全部来做 RT-PCR？ 因为旅客已经也变得非常少，一天现在才1000多个。那你做 RT-PCR 有个好处，就是说，他的钱只有3500块。那留观3天之后，其实他所需要的钱比居家管理所需要的14000块还便宜。而最近国内确诊人数一天是个位数成长，是不是表示国内已经加2礼拜关键期限走掉呢？对此有医师认为，即阵全世界疫情也未消失，刷来几个月民众自我保护做法也是袂用来放松。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来关心伫咧美国的疫情，即阵伫咧美国已经有超过52万人确诊去胃着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万人不幸过身。4月11日，美国确诊也有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全世界上最的纪录。美国新冠病毒当前死亡数字则已超过2万人，取代意大利正做全球死亡人数上悬的国家，确诊数字也超过52万人，相反是全球第一。疫情中心纽约市市长贝苏豪下令，全市1800间公立学校，这个学年也就是到9月前为止全部关起来。纽约州最近感染甲入院数字成长拢开始较低，北京方面一直讲放松防疫做法，并且计划要伫5月复工。对此，纽约州长古木态度是保留的。And we're going to be putting together in New York a team of the best minds that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Wuhan,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Italy on the reopening, and making sure that what we're doing is based on all the science available. 而英国卫生大臣汉科克在头一摆证实，到即阵健保服务 NHS 已经有19位医护人员死亡，全国总死亡数字接近1万人的时阵，当局一再呼吁民众，莫因为天气渐渐较烧热，就袂插这个伫厝的禁令。不过，伦敦泰晤士河边、巴德西公园相反出现真侪出运动晒日头的人。当局大封锁以来，已经开出至少1084张违反禁令罚单。而人口第2大国印度3月25日实施21天全国封锁令，预计会在14夜了结束。总理目的11甲各省首长举行视讯会议，会后新德里市长讲，目的决定延长封锁到4月30。而位在欧亚交界土耳其，当局对31省下令为期2天的宵禁。在伊斯坦堡街路上拢是空无人。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伫咧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敢若有较少，毋过根据官方的统计，4月11新增加确诊个案有99个，创下高一日致病人数上界最的纪录。但伫咧香港，当地政府是搁再释出第2轮的纾困措施，希望会使挽救经济。武汉肺炎重灾区武汉所在湖北省，根据官方上新的统计，11并无新增加确诊病例，而且已经是连续8天出现无人确诊的情形。中国讲国内疫情较厉，11全国新增加2例本土确诊，不过境外移入的确诊数却是创下一天内底上水，大部分由俄罗斯输入。乌龙港是通报21例，上海通报52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97例。为疫情发生以来单日最高，提示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增大，给入境城市带来压力。香港的确诊病例数12个再增加11例，总计达到1000例。8日开始，港府规定，所有由美国甲欧洲入境的人需要集中采检，确认是不是去为了病毒。这波疫情大大影响产业甲经济。香港政府搁再推出第2轮防疫抗疫的基金。2摆纾困的做法，总计投入港票2900亿。财政司讲，搁再加上大环境经济歹，预计这个年度的财政赤字会大幅度增加。Tax collections and revenue from land sale would inevitably come down. It would be quite possible for the deficit for this year to exceed 280 billion. 财政司长表示，香港政府打算7月底开始发放市民1万块港票，大约是代票4万块的计划，舒缓市民的经济压力。另外，要推出保护就业的做法，避免大规模的裁员。就惊失业率上升真紧，会造成经济限力更加歹的恶性循环。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中国武汉解除封锁了后，当地光电也有半导体产业是拢赶紧恢复生产。不过，即阵日本也有美国的企业是偷偷啊撤渡，设伫咧中国的生产线，改去别个国家生产。封城76天的武汉4月18解除封城这天，日本本田汽车甲中国第2大汽车厂东风合作的生产厂，在严密防疫做法之下，也以1天上班制全力来拼3零。那你会不会担心那个无症状者在？不会担心，大家在这种严密的这种管控措施下，遵守公司的政府和公司的管理流程，不会出现我想。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是日本上大的贸易国。对新冠病毒爆发了后，所有重要工厂全部关起来。2月以来，对中国进口的规模落一半。日本制造商拢真欠零件，日本企业又搁开始来讨论要安怎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挖苦。而日本政府的108条日票刺激经济方案，其中的2435亿日票会用来协助日本生理人甲中国生产线转往其他的国家。而真拄好，美国管理咨询公司可尼尼初7公布的全球回流指数也呼应这个情形。过去1年在美中贸易战影响下，美国企业就已经出现脱离中国的经济。即阵这场疫变，互这数量增加更加多。而这变化上界主要有好处的国家，一个是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国家，另外一个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通过了后墨西哥。北京经济顾问柯德罗初9在福斯商业台专访中讲，美国应该以渡税方式负担企业全部的搬迁费用，来吸引美国企业脱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现此时，全世界拢无用伫咧对抗武汉肺炎。不过最近，中国是几落摆派战斗机伫咧台湾的四周围射来射去。今日又搁传出中国出动6台军舰驶向台湾东部的外海。国防部表示，针对台湾空中也有海上的动态，拢有掌握。日本防卫省在公布上新消息，指出车查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飞弹驱逐舰、飞弹护卫舰，拢总6只军舰为奥克纳瓦本岛甲宫古岛之间的水域向南行驶进入太平洋。它是主要是要展现说解放军还有行动能力，特别是航舰。所以说那个解放军的航舰，它出来应该是航行的训练。到伫全球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的时阵，中国一直有军事动作，学者认为，美军部署伫太平洋的航空母舰有传出肺炎确诊，中国这个时阵大规模出航，亲像也有战略宣示的意思。
那它除了航舰跟所谓逆中战机之外，其实它的全球的情报监视能量是相当足够的，它的打击距离是够得到防卫第一岛链。它会做一个区域霸权的记住，那这个区域霸权呢，就是所谓的南海，因为它其实在整个南海区域它有很多跟南海国家有周边的岛礁的一个纠纷，所以其实这个都是航舰战力在南海地区的运用。另外，近期中国机艦繼續交代，當時遼寧艦也可能伫12通過台灣東部海峽。地中軍機動態飛機守望也普遍指出，美軍連續2天派出 EP-31朋友組電戰機伫台灣南部海峽航行。這是3月25日以來，美軍第9擺派軍機伫台灣周邊飛行。但國防部表示全程掌握。中美雙方伫疫情期間繼續進行軍事，後續發展也是對台灣有什麼款的影響，有待關注。記者綜合報道。前幾天因為傳出有酒店的公關去餵到武漢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下令，有陪酒服務的店家攏愛生效。4月11日暗時，高雄市政府聯合警察局和衛生局佇咧做營查到一間小食店，內底有小姐佇咧陪酒，即陣這個業者已經去互開發。這種沒事的就要營業，小姐。這三項業者確認敢有違規陪酒的狀況，結果聯合稽查小組馬上在包廂內面發現有2名女性陪酒，稽查人員開出拘發單，要求人客馬上離開，停止營業。我們有2位小姐是陪侍在這裡的，所以這個已經違反了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之後的話呢，就會有一些行政程序會採罰。11號暗時，高雄市警發局、警察局和衛生局聯合檢查左營區4間小食部含 KTV， 開出第1張的違規拘發單，要依法裁罰3000到15000塊。另外一間在前進區的 KTV 業者，嘛予人檢舉，前幾天關掉空房的電火，看到有不少男女出入 KTV， 業者私底下繼續營業。有一些他們登記的可能不是登記酒店，也不是登記場。有的是登記這個視聽歌唱業，有的登記理容業，但實際上做的事情呢，大概都類似，所以我們這一點呢，就是我們下一波要查的。高雄市警發局表示，防疫袂當有破空，按照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只要是有男女陪酒，就要停業。後一波針對旅宿酒店業進行擴大稽查。記者李秀蘭、陳慶坤高雄報道。所以來，咱來關心台北市相關的防疫消息。即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希望公有市場只開放一個出入口，通好管制出入的人數。不過，台北市副市長吳珊珊認為，安尼做恐驚會違反消防安全的法規，重點應該是愛安全分流。疫情期間，菜車內也是真濟買菜人，也毋過佇室內空間，民眾甲團商攏遵守台北市上新防疫規定，去市場內一定掛嘴暗，也攏願意配合新規定，保護家己，保護別人。大家都要戴口罩。如果有看到1年的客人進來不會戴口罩，你會怎麼辦？我會送給他一個。那麼好。對，我有帶的。會自己準備。我們菜市場12個，1個禮拜。拜二早起，台北市副市長吳珊珊視察公有市場，也毋過公有市場的出入口真濟，人出入根本無法度做到一管控量體溫。若講閣要配合指揮中心的建議，一旦伊出入口內限制人數，吳珊珊認為這可能閣會違反消防安全法規。伊強調，重點是分流，保持將會研究每一個公有市場的動線。那重點是分流嘛，我想中央的目的也是分流，讓我們在研究每一個公有市場它的動線，你要做到所謂的抓到就處罰。第一，你要非常多人力物力，目的是要防疫，不是處罰。感官營養防疫，新北市長侯友宜是視察碧潭，為了防範5一勞動節連假，甚至5日節連假，各大觀光景點可能帶來真濟人，成為防疫看棒。侯友宜強調，以碧潭風景區為例，若人數超過1500人，都實施只出無入，伊敢先甲民眾講唔通過去啊。2平方公尺為一個人，所以最大容量是1500人，也會及時警訊通知大家，快買的時候透過 LINE、透過 FB、透過網絡。告訴大家，賣過來啊！新北市關務局表示，連假期間會以及時的影像提供民眾掌握觀光人數狀況。那停車場停車數超過一半，也會發出示警，避免真濟人進入。記者綜合報道。明仔天氣如何？咱帶鄉親做伙來去看各地頭詳細的氣象資料。這個家人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苗栗是9度到19度。
伫咧台中中华军林南投嘉义10度到23度。伫咧台南高雄屏东甲恒春15度到27度。伫咧宜兰花莲台东12度到23度。过来咱来看金门平湖马祖13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下暗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这个物件呢，不是叫金纸，伊叫地球。